要这样了，我好累哦。然后因为这次演唱会就是费劲，我觉得我根本不像歌手，我像业务员，到处跑，拜托别人。然后大家今天看到你们来，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人。谢谢。我等下要拍照，我等下要拍下来。我要寄回去给我外公外婆看，很多歌迷，他们好像来过。好，那也因为有你们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更要有力气继续唱，然后期待，我希望今年在年底再发一张创作的母语专辑。要支持我好不好？我要做棋子嘞，人家要选乡长了。你们再不支持我，没有办法。好，那谢谢。好，记得也要给你们朋友讲啊，不要是你们看看能不能像直销一样去找人。对啊，拜托了。他们每次都好像很担心票房的。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享受一下开票30分钟2万张的票都卖完了？害我那么担心你们不会来，想你们想很久了呢。好，下次一定要开票30分钟，我要去买，好担心哦。最后一首歌了。我要唱我的前辈的歌，他也是一个族语的创作歌手，我很喜欢他，那我也希望最后一首歌，用这种方式，他还活着，他应该知道我开演唱会吧？我不晓得，可是我好想邀请他，有一天吧，有机会，不要放弃自己梦想，来自陈建年的《海洋》。会唱就一起唱吧。